大家未必知。上集講到紫杉醇可以引起非典型過敏，如果真係喺化療室裏面發生，醫生會點樣做？團隊會即時停藥、保留吊針，叫你平躺，監測血壓、心跳、血氧，然後按情況俾氧氣、輸液，必要時會用急救藥，例如腎上腺素、類固醇。穩定之後會評估仲適唔適合繼續用呢一隻藥，之後仲可唔可以打紫杉醇？就要睇下過敏有幾嚴重，隻藥對你嘅治療有幾重要啦。醫生會有幾個選項：一、改用另一種配方 Paclitaxel Abraxane， 過敏風險比較低，有機會順利完成療程。二、做脫敏治療，喺嚴密嘅監測底下，由極少量開始慢慢俾藥，等你嘅身體習慣返。醫生有時會轉介你去見免疫過敏專科，做皮膚點刺測試或者皮內測試，幫助判斷你係咪真係對呢隻藥過敏。但係要記住，皮膚測試陰性都唔代表100% 安全，最終都要同醫生一齊商量。病人可以點樣保護自己？喺打紫杉醇之前，如果試過有反應，就要主動提醒醫護。點滴開始頭30分鐘，有唔舒服要即刻出聲。醫生建議你做轉介或者脫敏治療嘅時候，不妨問清楚流程同埋風險。你主動講出身體任何唔妥，就係保護自己，幫助醫生做得更好嘅一步。化療本身已經唔容易，再遇上過敏難免會驚㗎。但係請你記住，醫護團隊已經有齊準備，一旦有事可以即刻幫到你㗎。你唔係一個人面對㗎。以上資訊由 Cindy 姨姨話你知。